南投埔里50家社区购买到大型的机器来处理喷，社区家己做堆肥用来种花种菜。社区共产或者是居民处理的喷，全部拢放伫咧处理喷的机台内底，加好喙、烘好干，就当用来制作后肥。感觉讲物件也袂浪费掉啦，啊，会使做厨余，会使创什么真方便啦。哎呀，安尼算讲真好啦。由环保局补助经费买处理喷的机台，逐工大约会当处理20公斤的喷，有煮过熟的喷用来制作后肥，果子皮含菜色等等的喷，会当用来制作环保酵素。如果在家里头呢，有这个庭院的人呢，其实就可以考虑像这样的一个做法。好，那我想这样子无形当中就可以减少很多的这个厨余量。地方人士除了参考50家社区的做法，也认为值得推广给每一个家庭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